告诉你，我是不会让你伤害大师的。还等什么？开工！他昨天晚上想了一个晚上，要利用大扫除的机会，暗中布下陷阱。帮主！帮主！帮主，你不会死了吧，帮主？那你就好好准备准备，当我的盘中餐吧。3日之内，你一定会爱上我。这是什么？给你特备的料理，你吃得太单调了。我要在3天之内给你3种不同风味的料理，好给你一种前所未有的丰瑞式体验。试试。你给本小姐吃草啊？首先，你是牛，本该吃草，此乃回归本我，清理肠道。其次，我和你哥哥是结拜兄弟，你应该是我妹，不是我姐。喂你个头啊！你还占我便宜是不是？你不想活了啊？你给我等着！臭三八，这次还不熏死你！还打嗝！怎么样？是不是感觉很舒服呢？排肠毒、清宿便，越来越轻松，还有助于美容养颜哦。好吧，这次呢，我觉得还挺舒服的。要是下次你再敢给我吃草的话，我就……哎呀！原来是个傲娇的妹妹。无聊。哎，我回来啦！呀！哇，你没被吃啊？怎么会这样？你做了女魔头的帮凶？哎。你要干嘛呀？你是不是说服他吃我们的？就让我们安安静静的待在牢里，不好吗？我跟对，哎，没办法，我需要你们帮忙。请进。你好些了吗？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大补汤，你趁热喝了吧。你怎么会伤得这么严重啊？上次啊，你俩被铁扇公主扇飞，我就到处找我哥哥，结果一不小心陷到了流沙里。这么惨呀！幸好你没事啊。多谢牛魔王相救，可是啊，我还是没有找到我哥哥。紫霞姑娘不必担心。虽然说你哥不是真正的齐天大圣孙悟空，但是既然玉帝指定他假扮孙悟空，说明你哥也不是一般人呐。玉帝和我哥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。总之你哥一定不会有事的。等他一回来，我们就去抓唐僧。抓唐僧？你哥说要送我唐僧肉做成婚的谢礼。
心意你还不明白吗？其实我老婆铁扇她就是个只会扇扇子的黄脸婆。等我和义弟吃了唐僧肉，铁扇就再也阻止不了你我了。吃唐僧还怎么取西经啊？观音大师是不会放过他的。等义弟吃完唐僧肉以后，就会成为真正的孙悟空，到时候谁也不用怕了。真正的孙悟空？好啊，原来他一直都想取而代之，从头到尾他都在瞒着我，他一直都在骗我。紫霞，你别生气，义弟这么做也是不想让你担心嘛。不想让我担心，他都想成为孙悟空了。你是他妹妹，他不会独自丢下你成仙的。如果你不放心的话，我发誓把我那份分给你。发誓要有用，母猪都能上树。紫霞，那你要我怎么办嘛？我要先找到我哥哥。哎，你的伤还没好，需要静养。这个好办，我跟你哥哥被扇飞前已经约好，5天后在情谊楼见面。听着啊，不准跟着我。哎，这是什么鬼？一杯开心的饮料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小姐，牢房犯人被人放跑了！啊！谁干的？本小姐半个月的口粮都没了。我，为什么？因为我需要一杯开心的饮料。哇，这里就是绝情山脚啊！那你把我们打晕，就是带我们来这里啊？你们自由了。你们都不会放过我们的，我们不敢走，就是怕被他抓回去，到时死得更惨。哎，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事的。这么大的恩情，我们怎么报答你啊？把你们喜极而泣的泪水放进这，然后呢？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快！这是他们重获自由后留下的喜悦的泪水，承载着内心最纯粹的快乐。喝下它，你将得到最极致的快乐，内心得到。别废话了，我现在就把你七八回赶出快乐。喂！小爷我不顾束缚，不顾辛苦，一整一夜拖他们下山，只为了让你感受最极致的快乐。你爱喝不喝？还有一天，你想食言吗？喝就喝，我倒要看看有多神奇。还有一顿，做什么好呢？死猴子，我要杀了你！你怎么变成这样啊？怎么变成这样？我喝了那杯饮料之后，睡了一觉，就变成这个样子啦！我要杀了你，来祭奠我那些再也穿不上的衣服。有办法！你是因为排清了宿便，所以呢吸收了太多精华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帮你。真的吗？只要增加新陈代谢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哼！好险，肥胖男女人第一大忌，还是用强力泻药先糊弄过关吧。
姐想测什么？你看得见？何为看见？何为看不见？你这不是盲人测字吗？看不见字，看不清人。啊，你作假。假作真实，真亦假，真真假假，何必分得那么清楚？分不清又说看得清人。世间茫茫万物，自有定数，眼盲心不盲。小姐并非凡人，既不是来测字，难不成是来验证本生是否真假？你会写婚帖吗？一晚生浅见，小姐尚未遇到鸾凤和鸣之人。多少钱？3两一盒。这么贵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？小姐找我一个瞎子写，定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你是谁呀。写4封，空出名字。一定要趁他出宫的时候找到解药。为什么只有毒药没有解药呢？哎，想不到这个臭猴子还真有2下子呢，这么快就让我恢复身材了。也不知道他第3道料理准备的是什么，会给我什么惊喜啊？都已经准备好了。讨厌，你又搞什么鬼啊？这就是我为你准备的第3道料理。第3道料理就是我要把我献给你。一会儿我就会跳进去，在临走之前再嘱咐你一下，我为你准备了几款酱料，有番茄酱、胡椒粉、你一定要选择自己最喜欢吃的酱料哦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煮你自己啊？因为我爱你。我答应过你，要给你全世界最好吃的料理。我能给你，我就是最有爱的料理。这是我的玉佩。以后要记得注意饮食，不要暴饮暴食，不要偏食挑食，不要饮食不均。唉。
我走了，记得挑选你最爱吃的酱料哦。不要走。那这最美味的料理怎么办呢？不要不要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我只要你。我们成亲吧。那你不吃这个料理了吗？等我们成亲以后，我就把你吃了，这样我就可以永远记住这份最美味和最有爱的料理了。我要永远永远和你在一起。哎，你为什么还要吃掉我呢？对啊，成亲之后，熊螳螂就是会被自己的配偶吃掉啊。以前螳螂哥哥就跟我说了，尽管我不是雌螳螂，但是他跟我成亲之后，他还是愿意把自己奉献给我，让我把它吃了。啊，就是说你爱我或者不爱我，都会吃掉我喽。空宝宝，谢谢你，认识你，我觉得自己好幸福。哈哈哈，我也是。那既然这样，再让我做最后一件事情吧。什么事啊？我去把第3道料理做完，答应你的不能食言。空宝宝，能够嫁给你，我觉得我此生无怨。么么哒。那我去啦。神经病，康师傅那一下就算了，真把自己当母螳螂。搞定了！帮主，我有个小小的疑问，不知道当讲否？有话说，有屁放。为什么黑狗血要做成狗血包呢？直接泼到他们身上不就完事了吗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我让你闻一闻，这就是原因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太腥了。如果你直接拿着这个过去，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注意跟怀疑。帮主英明啊！英明啊！厉害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我是谁？哼，帮主，你现在已经准备好了没？没有问题。那咱们就将他们一网打尽。是。来了。两位美女，酒席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，请吧。不知道帮主都给我们准备了什么好吃的呀？准备的有太多，烧鸡、烧鹅、烤鸭、包子，应有尽有。哟，这么丰盛啊！看来我们俩有口福了。请。哎呀，师妹啊，今天怎么那么饿呢？我也是，不过正好，帮主为我们准备了那么多好吃的，先谢谢帮主了。谢谢帮主了。啊，哎，帮主好像很紧张的样子啊。是啊，为什么帮主这么紧张呢？是啊，为什么我这么紧张？你们不是明知故问吗？我们不懂啊。我能跟如此美貌如仙的美女们一起吃饭，难道不是我的荣幸吗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帮主，你不要紧张，我们又不会吃了呢。休息，休息一下。
那事儿你跟猴哥提了吗？兄弟情深口难开，借钱上前站。猴哥啊，其实，哎，给我听口令啊！我说1、2、3，我们一起放手啊！三当家，是3的时候放，还是3完了再放？还是每喊一次数字，每个人放一次手？哎，算了，你们先放手，1、2、3。啊，晚上的风还挺凉快的。是啊。哎呀，哎呀！好美的星星。是啊，你看今天晚上的月亮。呀，帮主，怎么那么多粉尘啊？哎呀，师姐，这帮主说了，这是雾霾颗粒。这颗粒也太大了点儿吧？所以说，这雾霾太严重，我呢也已经习惯了。走吧，我们去吃饭。走吧。帮主，不是说有好多吃的吗？怎么就只有这一盘？这个是呢前菜，懂吗？哦。啊，看上去还不错嘛。哎呀，师妹，是不是算命的跟我说我今年不能碰红色呀？好像是哦。哦，那算了。你说这个东西这么红，会不会是血啊？血？怎么可能？你看看我们从小就吃这个长大，这呢可是我们的特色。那帮主，要么你吃一个。没问题，这包子好吃的很。这么好吃啊，师妹，吃了之后会感动的流泪啊。那你也要尝一个呀，师妹也吃一个吧。好呀。既然帮主这么喜欢吃，就多吃一个吧。忍住，一定要忍住。一般遇到这样的时候呢，就要拍着自己的胸膛，跟自己说：“我是一个男孩子，我要坚强，都有持军躯干。”快咽了吧，师妹，你快吃一个吧，都这么好吃了，我忌红色，不敢吃。帮主替我多吃点儿。哎，帮主，快去快回啊！赶快让他们给我们上点下酒菜，我跟师姐呀，都饿了。菩提，你在哪儿呢，菩提？你再不出来，我就要挂了。回来了啊！以卵击石，何必呢？啊？还不是因为你啊！我怎么了？我啊？连个妖怪都对付不了，你还能干点什么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就是因为他们身上带那些法器，制约了我的法力嘛！啊，真没听懂啊？难道你们还没有找到破解的办法？哎，未必。那我想到了很多方式，可以用3昧正火烧，或者用天罡正气引来雷电一击，
或者用冰魄神功进行水淹冰封，厉害不厉害？太厉害了！你用我？前提是我需要得到他们身上的法器，可是我现在没办法接近他们，你了解了吧？全都是废话。那也未必。你看，这是隐身符和乾坤袋。你们神仙用这什么破符？跟我们那厕所的纸一模一样。嘘！我告诉你啊，这个隐身符呢很好用的。这隐身符一贴到身上之后，他们完全看不到你。就趁这个时候呢，他们一不注意，就用这个乾坤袋把他们一套，就搞定了。这么好的办法，你怎么不自己用呢？因为他们的法器就是克制神仙用的嘛。你这个一介凡人反而不会受影响，所以赶紧去，放心的去，我在后面掩护你，没问题的。这句话呢，是我平常对别人说的一句话。对谁啊？我当然帮你了。好哥们儿，一会儿呢，出去叫所有的兄弟集合，每人发1道符。我呢去拿乾坤袋，晚上我们一起捉妖。没问题。那成。不是，你今天的眼神为什么这么的轻浮吗？是啊。哎呀，我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我一定会好好帮你的啊！哎，你们帮主呢？帮主上锁去了。这么慢，来，说。师姐，现在怎么办？师姐，我知道，咱们不动声色，看他们能怎样。再来点儿。好啊。师妹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事儿。我可能有点醉了，师姐，我先睡会儿了。不能喝就别喝呀。
师姐，不是说帮主会来吗？他人呢？不知道啊，谁知道这个贱人去哪儿？就是，还说有烤鸡呢，烤鸡在哪儿呢？再吃点，喝点。欠钱不还有理了？你欠我钱，你还有理了？什么时候欠你钱了？怎么不记得了？哈哈，原来我欠你钱！瞧你这记性，真是的！来来，喝。还钱了？不还钱我回你容啊！我上个月还过你，你忘了？还我了？看来你是老了吧，老年痴呆了，记忆力减退。对，你还我了。哎呦，我忘了，真是。哎，喝。渴了吧？都叫了。脆了点，总比没有好。明刀明枪跟他们拼了，兄弟们！你们两个妖精，准备好受死了没有？我的乾坤袋呢？乾坤袋呢？乾坤袋在这里啊！真想害你！你这个死叛徒，你竟然敢背叛我，是不是？不过没关系，他今天能出卖我。明天一样能出卖你们。哦，是吗？啊？是啊。我菩提老祖为了伏妖除魔，连内裤都换了啊！帮主，眼光真不错，二当家他真的有问题。我早就受不了了。我是谁？至尊宝啊！啊，就我这毛，
猪八有问题。什么意思啊？平常的做事呢，推三阻四，但是这一次为什么这么干净利落？还有呢？还要什么呀？你不是也一样吗？你还说他这些？我是谁呀？我是帮主，我是至尊宝，他能跟我比吗？他好歹也是二当家吧，有什么不一样？反正我告诉你，先解决了这件问题再说，一定要调查清楚。帮主，找我们。我仔细想了一下，沙包突然炸了，肯定不简单。你们每个人都告诉我，你们到底都负责了些什么？我要看看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错。帮主，不是我，麻袋的破洞真的与我无关啊！我以为那是口袋的开口，谁知道是底下的破洞啊！也跟我没有关系啊！我为了让绳子伸长，绑得更紧一些，特地把它放在水里浸泡了一会儿，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自己就松开了呀！你是不是白痴？难道你不知道水碰到了棉绳它会变重吗？哦，原来是你呀！我说我怎么一把石灰粉放在袋子里，袋就爆炸了？肯定是绳子上的水加重了石灰粉的重量。那你呢？你也说说你都做了些什么呀？我去准备了足够的石灰粉，就去取黑狗血喽。都看见了没有？好好给我学学啊！你们每天都能干些什么？做什么都不用心啊！以后有什么不懂的，就多多请叫二当家的，明白了吗？是。我们斧头帮所有人，包括我在内，没有一个是做事不出错的，是吗？是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尤其是那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猪八，他在这事做沙包的时候，一点错都没出。是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原来如此。那现在二当家人呢？二当家人呢？已经被我关起来了。坑蒙拐骗，来，给我把他拖出来！好了，快点！不说别的啊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没看见我没穿衣服？你的皮肤不要蹭近我，我很恶心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少啰嗦！走，放开我！走！呸！呸！少啰嗦！哎，走，跪下！跪！跪！不跪！跪！跪！这个叛徒！我今天晚上就把你烧着烤吃！乌沙乌沙乌沙沙沙沙。其实这个事情呢，也不能怪他，是不是啊？他不过是中了2个妖精的移魂大法嘛。我警告你们啊，赶快放开我，不然我叫我的主人杀了你！你还敢嘴硬？给我把他跟那2个妖精关起来！快！旺财，你咬的这根绳子为什么我觉得那么熟悉呢？哎，你真厉害啊！这不就是我绑那个乾坤袋的绳子吗？好你个菩提老祖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非要闯进来，嚣张啊你！
嗯。